面前，耶稣咧找咱每一个人，伊咧听候咱，要带咱转来到伫伊的面前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：失去的美好。你敢有捌看见一个走迷的家己？找啊找，问啊问，愈咧敲吹，愈来愈看袂清，愈来愈遥远，也愈来愈失去方向。伫爸的厝，惊吓甲黄梦三拄的迄条；伫爸的厝，需要甲较无碰撞的所在。渐渐大汉的囡仔，掠着应允甲生命的锁匙，失去的美好，咧讲、听、丰盛、智慧、奥秘，甲我三岁，展翅飞悬。咱敢有发现？咱是迄个失迷羊，耶稣咧找咱，耶稣咧找咱，所以一年一年，咱会掠着伊的应允，咱会掠着真实的愿望，咱会拿鹰鸟共款，天实飞悬。愿上帝赐福咱，互咱踮伫新的一年，咱要看见伊的奥秘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疼，因为你拯救阮，成做阮的帮站，互阮踮伫走迷，互阮踮伫找无头前方向的时，主你一直咧呼叫阮。主，当阮搁一摆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愿你用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，也愿你帮助阮，互阮透过读你的话，互阮透过吟诗，互阮透过查经，互阮透过服侍，阮真正看到你的道，你的道要真真正正挂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互阮愈来愈丰盛，互阮愈来愈有智慧，互阮一年一年也得到上帝甲众人的欢喜。阮将阮家己交伫你的面前，愿主赐福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44首，主日学的学生。大家来用甘心度的心来奉献。
谁？报告张牧师。好，我来做几项简单的报告。咱巴克利圣经学堂点伫线顶请咱继续第二，继续来推广。今仔日咱为着退休牧师甲传道师奉献，所以也请咱为着这个事工来关心甲代祷。过来即礼拜1月初1是迄个元旦，所以咱办公室拜六会休假一日。咱踮伫拜五暗咱会有跨年祷告会，所以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踮伫11点的时阵，踮伫大礼拜堂内面，咱要举行跨年祈祷会吼，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加。会计小要踮伫今仔日来结晓吼，所以若是要踮伫今年度奉献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，咱踮伫今仔日进前爱来完成吼。会员好会踮伫2月27，所以请咱各团契来注意遮个时间。这礼拜周报内面有划定奉献地吼，这是2022年的，所以咱请咱来做伙来注意这个消息。即马咱踮伫2楼遮亲子室已经完成，会当使用吼。所以若是你厝内底3岁以下，就是你需要带囡仔来做礼拜，兄弟姊妹踮伫2楼亲子室，就是咱副堂边即间吼，遐会当使用。所以第1堂甲第2堂礼拜都会当使用。所以若有需要的家长嘛，欢迎你会当使用这个空间。有登记购买新版迄个现代台语译本啊。这新版圣经的会当踮伫办公室遮，摕收据来遮来领圣经吼。家庭团契要踮伫12月30，就是新礼拜拜4暗来举行迄个年终聚餐，所以欢迎咱中日来参加，要踮伫松大教室遐。好过来就是顶礼拜有报告，就是迄个李登辉纪念音乐会吼嘛，继续邀请咱大家，若是有意愿，伫1月15下晡3点，要踮伫鸿运文创中心要举行迄个李登辉纪念音乐会。门票是教会遮的团购价是450块，所以若有意愿想要参加迄个李登辉纪念音乐会的兄弟姊妹，会当来办公室遮登记加迄个购买吼，阮会做伙来做团购的部分。好今仔日咱有青少年弦乐团，这应该毋是青少年啦，有诶是还阁足细汉。咱今仔有青少年儿童弦乐团，咱嘛感谢老师的指导，陈老师伫咱中间吼，咱感谢陈老师的指导。所以青少年 and 儿童，所以若是青少年也是儿童，有想要参与弦乐团的，主席我讲，欢迎大家吼，就是欢迎咱来招生，嘛会当训练咱的囡仔学习新的乐器吼。所以感谢因今仔日的付出，咱特别拍谱来鼓励这囡仔，好无？好。咱三个来吟唱祝福册卷的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，常常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，成做咱的快乐，也互咱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对答直到永世代。阿免。
真济